来这件是医疗的纠纷发生伫个南投，一个先生出面来指控，讲伊的太太子宫有生物件，到当地一间真有名的妇产科的诊所来做切除的手术。本来想讲这是一个单纯的手术，想袂到这个太太才入去无偌久，就互杀出来，面色反乌，无呼吸心跳，已经死亡了。这个红色质疑是这个病院无麻醉的专科的医师，才来出状况。妇产科的院长是出面来鞠躬道歉，讲会配合司法的调查。真的只要一个公道啊，什么都不用，只要一个公道。这老先生口甲伤脚拢无力，爱互人扶。伊这伤心是因为因太太伫南投这间妇产科的诊所切除子宫瘤，本来当作讲是一个简单的手术尔，想袂到讲这入去手术室无偌久，人就被杀出来，规面反乌，经过抢救嘛是无效。在开刀之前有没有做过什么麻醉的免疫？没有，我就是都没有看到那些资料，因为那天去很简单，只有叫我太太说签防3年的。伊怀疑讲当时无请麻醉的专科医师。对于这件事，我们感到非常的难过，我们跟家属感到非常的抱歉。妇产科诊所院长会室的，要么对着手术的过程到底出什么问题？伊敢来讲由司法去调查，卫生局嘛已经介入了解，将针对诊所敢有聘请麻醉的专科医师进行麻醉，才会调查清楚。